十几年前我回来部落看到的进埔部落，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生计来源跟经济来源，打零工，并没有看见部落的这个一些生气在里面。我回来乡下才1个月而已，一回来就感觉对啊，会有归属感。3年前回来了，那今年是第4年，是因为就是觉得部落缺乏这些年轻人去带动，推动这个生态游程啊，还有一些工作价值，部落才开始慢慢茁壮起来。在进埔部落，太平洋就是我们的冰箱，海岸山脉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哈，也是我们的菜园。是希望用在地的食材，再加上老人早期的一些传统饮食的智慧，如何去创新去做这样的一个料理来分享。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，我觉得这是部落的一个共识，大家一起来，如何造就属于我们早有阿美族的一个生活。